是个咧吐大气啥啦？伫遮要甲大家宣布一个不，伫遮要甲大家宣布一个报啥？报一个真叮当的消息，跟我敢有关系？应该是有吧？爸咧，我就知道你要讲啥，超过伊哦，就是你听到你甲我骂了爽诶。哇，我要吐大气啊！咱到底要公布什么消息？我毋知啊。咱等下再甲大家讲。好啊，头前袂使直接讲出来，毕竟这集是小编听你讲，等下会真侪他讲。听到没有？你若想要知影什么代志，紧甲听落去。什么？啊，你不爱回啊？哦，无紧，等你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，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代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白边，白边。安尼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抑个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笑啥啦？我今日无 NG 哦，但是你有念较慢哦。超过伊的啊。哦，是哦，安尼哦。嘿啊，因为红的讲伊听无。你莫安尼无？人后壁有解说吼。嘿啦嘿啦，啊，你毋是爱问我讲到底要讲啥？我无想要知影。这你明就知。是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时间过真紧，咱一季就搁要结束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甲演过共款吼，每一季结束进前啊，阮伫咧就是因为迄经费啊，还有一寡电视咧制作的时阵，可能会有一寡时间差，所以休困一下啦。对啦，所以可能会休困一两礼拜是吧。你是毋是甲我扒？无啦，可能会休困一两礼拜啦。啊，到时阵若是有消息会甲大家讲。嘿，对啊，若是无稳的时阵，拜托会去甲头前的个听听咧啊，有无？对啊，搁顶头听一解。对啊，阮今日有一个模范生啊，自从顶届叫阮改封做 VVIP， 规个抓袂牢呢，规个抓袂牢，讲安写呢规篇来，今日就是差不多一半拢可能是伊的专辑哦。规集拢是伊但是毋知是安怎，怎，可能是因为伊惊讲去互阮念伤济，结果伊最近常常拢无写批来。嘿啊，为什么安尼？两礼拜呢？红的你去倒？红的啊，红的你有要紧哦。那拢无来留话啊？但是最近有想到一个人，想着啥？陈替赛啊。哦，对做怀念的啊呢，替赛第一季的替赛，你伫倒位？有熟悉替赛的人，敢会使甲替赛讲者？替赛我都想你诶，你写互我的字条啊，还有迄饼的壳啊，我搁拢藏伫迄桌仔顶，生狗遐安尼。好啦，咱今日要来讲就是红的，伊迄当阵有听到咱的回馈，还有一寡网友的物件，伊就甲咱回真济。无毋对，咱来听看卖好咧。好，这是一篇呢，你是要哪念？啊，就一篇一篇念嘛。好啊。但是我感觉其实红的这应该会当算一张长批有咱甲伊传播到的。啊，你是啥物主题啊？哦，安尼就是主题叫做红的日记。安尼以后叫红的逐工写。好来，但是因为这种会安尼啊，你看伊开始就写白乌边然后。听到朋友啊，红的迄天听到迄白边去用念伊头前做欢喜，伊讲哇，头前叫白边诶，伊甲这件代志记条条哦，白边先互叫出来。都是红的爱对你哦，对，伊，你叫伊阿姨哦，爱你啦，love，我听做阿姨哦，爱你哦。伊讲吼，伊伫个公司台语台拍 K 节目啊，伊伫迄无报过的清单，伫咧2工进前全部甲伊听了。即礼拜是头一届，就是等迄新节目传起哩，直接甲伊放3届。哇，包含的啦，直接放3届。红个你敢知影？你连续放3届，迄敢算一届尔。你甲伊抬掉，啊个掠落来，抬掉个掠落来，才有算。伊讲原本想讲无要回啥物，但是听咧听咧，就愈来愈想要回。伊讲咧讲着碰气困26点钟这吼，伊要甲伊前者啦。哎哟，伊讲伊绝对有困更较久啦，但是迄是吼囡仔未出世进前啦。实际上到底困偌久，伊根本就无去记。但是吼伊即2冬感冒的时阵啊，总算会使去抬起来困。伊是用抬起来哦，特别甲你用抬起来，迄种诶哦，用迄棉照被甲你抬起来，伊惊甲囡仔画着。所以吼，伊就叫囡仔袂当甲吵。啊，而且即摆囡仔嘛较大汉啦，袂伫一直吵讲妈妈，奇怪。所以吼，伊就使一直困安尼，困饱困爽，赞啦！伊就安把握机会，无眠无忍，一直甲困，一直困。
对啊，但是因为感冒需要补充一寡水分，所以伊嘛是会勉强家己食物件。对啦，休困真重要，但是你嘛是爱补充一寡营养，才有迄气力会当对抗即个病毒。我毋是继续困。多谢你哦，有气力继续对，而且伊最认真诶，伊有起来洗喙甲迄便所咧。哎呀，无食物件，无洗喙，所以就毋是迄种一醒到天光迄种诶啦。啊，但是伊就是安尼困3暝3日，啊到第4天了，伊发现讲，家己困袂去啊了，伊感冒就好啊。啊，这厉害，是安尼哦。我今日回去了嘛，要一直困。你也无感冒啊？我只感冒头怪怪。等后回录音，你才醒过来。重点是伊讲吼。伊足奇怪诶哦，伊讲伊毋知影其他人干嘛呢？伊讲即集啊，一直听，啊，伊就一听咱你讲哈气，啊，咱毋是了，有无？嘿，伊讲伊嘛对咧哈气呢，啊，你老话诶时阵嘛哈气几啊摆，写了就足想要去困诶。伊讲伊今日要去听一集，才去困，有够厉害啦！咱这爱困药啊，听朋友大家好，周面诶功能是新功能，爱困黑白边。爱困黑白边，就来说明听怪怪啦，无啦，阮准备无通困的啊，要甲阮困做伙爱足贵的啊。啊，过来伊就加讲吼，用3个月时间，甲这3档的节目听了嘛，算是一个成就。但是伊看到迄无报送的清单安尼，空，有一种就是拄真侪节目的好家人，干嘛安尼叫节目富翁啊？节目富翁，对，变甲做善食迄种空虚的感觉。所以，哎哟。伊变巧啊！伊讲甲迄报过全部甲改做无报过，所以佮甲迄2021年的清单甲伊改来去听听。来啊！这公开处刑什么意思？伊讲咱迄当阵的念稿的感觉足重的。这是公开处刑。伊讲吼，听起来有够规矩，有够古锥啦。啊，毋过吼。伊个听伊就熊知影讲是安尼，伊家己做介 NG 的物件，因为讲咱做笑的做自然的，感觉咱两个拢做欢喜，伊听了心情嘛真好。嘿，啊，而且伊有一个物件想要甲你讲，甲我讲，对，伊感觉讲可能你已经知影，但是伊大概想即个代志，但伊一直想讲，哎哟，毋知影这白白毋知影无？哈，敢要甲白白讲，哎，这毋知影。所以我一直甲我记掉。对，伊伫心内真爱你，所以伊个决定讲要甲这物件写出来。好。伊讲若是白边知影了吼，就甲伊讲一声，伊以后就袂去甲即个代志藏伫心上啊。你安尼毋通啦，做过。白边讲伊拜拜时阵袂晓报家己的生时日过，因为伊毋知影。红个伊就传一个新闻讲，要安怎简单查即个资讯，对，所以伊就甲迄要去户政事务所找这出事的证明物件传来互阮。伊讲伊虽然感觉你可能已经知影，但是伊就是想要甲你分享。好啦，红个我有收到啊，而且伊个叫你算看觅讲伊伫即段内底写几遍白边，这是白边的真爱呢。红个你安尼我会食醋哦，红个你安尼毋通。红个后盖写黑边的，新的老的都是黑边的吼，甲黑边放伫咧心内，白边的头前不要紧。无白黑边我嘛做歹念。我搁念一个，你著换你啊哈。好啦，伊讲吼，这鸟仔即礼拜的主题，互伊做 surprise。对，伊讲因为台湾的鸟仔是真丰富，竟然会当找着讲有人用台语做分类，真正是嚣赞的。听到专家咧分享规种鸟仔的台语讲法时阵，一直想到这美国乡民的吐槽啦。伊讲专家真正是最爱直接用这外形来取鸟仔名，黄头的乌鸟。就是黄头乌鸟，我当你念啥？又提供一张图啦。对，啊，伊讲想要毋知影专家有甲恁讲哦，杜鸟应该是候鸟，是季节性规定飞来台湾的啊。迷鸟的毋是啊。啊，伊就摕一个新闻讲，3天前有一个台湾的树麻雀无细字哦，坐船走去澳洲出现伫个港口，因为澳洲无这树麻雀。所以变做安尼小红的大明星呢，大家拢伫遐看呢，厉害呢。啊，因为迄只麻雀本身毋是候鸟，所以专家就讲伊可能是甲咱这树麻雀共款是坐船的。奇怪，迄鸟拢会坐船的，啊，我阁无坐过大船呢。你也毋是鸟啊？想要坐？来，咱坐免钱，你讲咱坐免钱。哦，你讲着重点呢。对。我爱问你讲，你敢有坐过迄出大只的迄游轮？无啊。无问看，听就没有人坐过游轮的哦。咱毋是要讲迄旅游的，竟然有坐过游轮的，写批来甲我分享一下啦。分享一下，听讲迄家人港有足侪台的。对，而且是咪讲游轮面顶足爽的，就是食饱困饱食，食饱困饱食，困起来爽，不困起来爽，困起来爽诶，困得起来爽安尼。
我都想要知影讲，伫咧游轮顶管到底拢会使算啥？好啦，后回你就是休几工去算者。哦，再倒来甲我讲。公司敢会当安排经费，互我去体验者。我无办法咯，我等来歹势做一集，甲这故事完全用台语讲出来安尼。主管啊，你有听到无？我白白想要去坐一下游轮咧。阮钱即季阁有存一点嘛，该使我去坐。可能无够。好。袂啦，袂哦，我袂讲了啊！唱啥？好，你继续。伊讲哦，歹势，佫是我啊！伊知影顶一个老话已经写2遍，上尾，结果伊感觉伊话还袂讲了。袂啦，你袂想到话，你看阮即集拢咧念你的话。你是 VVIP。对，来换你念一张，我顶边你有听到换伊念一张啊？表示讲这有出这张诶。好，继续。即集讲到人亲、土亲、语言上亲，我一定要甲乌白白分享一下我大学含的经历啊。伊讲伊有一回伫咧纽约，哎哟，外国哦，什么意思？纽约的时代广场，我嘛还未去过呢，也是乌白白要去纽约，愈来愈远。主管的，一抓机票都无够哦。啊，咱会使做一集啊！伫美国的讲台语的人，哇，咱伫美国甲因铺一阵来啊，伫遐甲因访问安尼。会使，我看后台咱有迄国外的听友。我想起来，后一集吧，到时阵啊，真正阁有接受咱来做一集，迄啥物你知道？做啥？咱甲迄后台数据看是伫咧倒位伫听 Podcast 的人。恁拢家休一遍，你讲听咱的 podcast，对，台湾朋友啊，日本阁有迄啥物啊，Okinawa 的朋友啊，Okinawa，啊，阁有迄美国迄我袂晓念的呢，迄我嘛毋知要安怎念。咱是甲每一个所在的朋友拢 call 一遍安尼。你会记得咱之前有一个听众，伊拄一个足远的国家寄一张批来哇，你会记得？有妹妹较细汉着，即摆已经过2冬啊，毋知你有手机啊袂？好，你继续念，差不多爱有啊啦。嘿，你继续念。伊伫纽约的时代广场安怎？就咧路林行咧，雄雄看到伊国中的同学咧过车路啦。嘿，啊拄好。嘿啊，赶紧就是出声叫伊的朋友的名。对，安怎叫都无反应。嘿，结果这个喊话就叫急叫。这个爱毙掉，这个爱毙掉。对。伊的朋友就随滑头啊！哇，原来伫咧海外拄着台湾人，叫一声就对啊啦！哦，这我嘛有一个经验呢，我之前去就是 Okinawa， 我去 Okinawa 佚佗的时阵，啊，迄对面行过来迄个人，我想讲，奇怪，这人咧面色，啊，认真甲看，迄阮国中同学呢，甲伊共款是国中同学。结果我就想讲，我就向讲一句，我讲华语，我讲，哇哦，真巧诶，直接拄着同学，叫迄个人就滑头啊！你知影啥喏？因为伊就叫真巧啊，是哦，所以你是知影伊的名就对啊？毋是，我袂记叫啥名，我敢知影讲伊是我的国中同学。羞喊，真个啊！啥物人会叫真巧？伊真个叫真巧，好无？啊，伊姓啥？姓这个拢知影。系啊，线顶的朋友就知影真巧是阮同学啊。真特殊的名，请有熟悉的真巧的朋友，恁写批来哈。我甲伊的姓避掉好啊，看讲这个世界上叫真巧的人有几个？系啊，叫咱听众诶，千几个内底无一个人叫真巧，真不巧。阮朋友嘛无呢，我嘛甲一个朋友叫这个名，一世人嘛甲对着这个，而且我真是想袂起来，我就是阮朋友讲哦，那有迄遐拄好诶，因为伊讲华语嘛，哪有那么巧？我讲对啊，真巧！哎呀，我头，惊着呢，所以有认出对方就对啊。有尾啊，阮有就是讲话啊，就有认出对方，啊，阮阁有翕一张相安尼，哇，真正会足趣味诶。嘿啊，今日来红诶写安尼，照时间念啊。好哦，红诶讲，嗨，黑白边这2天有好无？你看伊甲黑边囥头前啊。什么？伊甲黑边囥头前。过2天都袂记啊！你看，顶一个嘛是黑边啊，加一个白黑边尔啦，你记条条。总是互我等甲新的一集会当个写批啊！哇，所以我听完小编听你讲，才知影原来我教的程度已经是 VVIP 顶级的。早知影安尼，我就袂润啦，怀疑已经已经较紧绷啊！你安尼阁有润哦，我那人无感受。有啦，最近有润。哦，最近有论，嘿啦。另外一个我决定无爱写批问的是，听到毋捌的词，譬如讲焦虑的台语专家迄集，专家讲到做助理的时阵，讲到布袋迄个所在，有一个词安怎听都听无。
毋过我决定无爱问，因为一个事安尼一直听佫落解，想家己想通是咧讲啥物是足趣味的。伊就是做享受迄个顶的时阵啊。顶的时阵是啥物？就想有一个顶啊，有一个特效，有一个电火球啊，安尼顶啊，想就家己会晓迄种的。哇，真趣味！嘿，啊，佫有亲像水泥工阿洪西迄集，我听到佫落解泰鲁，然后就伫咧过20分钟了，想起来，原来迄就是瓷砖。还过20分钟就对啊。对啊，差不多要收尾啊呢。嘿，过来就是翁个讲，其实我头一摆听到片头的时阵，有小可惊吓。有啥物好惊的？你是讲安尼白边一直黑白点安尼？因为有听无的词啦。迄个 rap 听无吼？我当时讲 rap， 这毋是 rap 啊。啊，毋过真加载节目的内容，佫听有。嘿，啊，毋过时间过去，一集安尼听落去，听白边讲共款的台词，毋知影几届了，我想通。小介就是介绍，哇！台语词有一寡甲华语是倒变过来，这个时阵足好耍诶。对哦，咱安尼咱是要做一集，就是迄台语甲华语颠倒变诶，足济呢，足济啊。嘿啊，譬如讲台风、风台，想无？对，你来知？我敢想着风台呢。我嘛是。啊，佫有足济，可是我本来要讲电风扇，无电风啊。好啦，我到时阵才做一集来介绍啦。这台南妹仔有做过啦。嘿啊，对啊，你会当去看迄妹仔的嘿啊，因为我迄工才看到伊的影片尔啦。毋过有诶，就是出现一届的词，就小可困难啊。就算讲伫咧共一段一直听嘛，无法度想到是啥物。反正倒一工我家己学会晓拼台路，再来写批还。为什么这个伊要还白边啦？伊无要还我，伊就是要指定你啦。我看出来啊，袂使哦，红的哦，爱去找黑边哦。甲这线顶的批信做一个翻译机就对啦。赞哦，红的我甲你教。你若是想袂起来迄个物件要哪拼音，我来讲 ，IG 的迄老话会使用录音的。你若是录起来，白边就甲你翻啊。无问题啦，我佫有顾问老师当问。嘿嘿嘿。继续，我真介意听恁的节目，一个原因是恁顺台语，一个是恁顺开讲。什么顺开讲？我是的呢。对，阮做教育的呢。安尼，哪安尼啊？无，阮毋若顺开讲，嘿，阮有咧传授知识。对对对。我以早一直想讲，看是听即种知识型的节目学语言，哪学语言，佫会当哪得到知识，是蒙老兼细课最有效率的。对，啊，毋过吼，我感觉这无法度，就是你不要讲吼，无法度进内底啦，进伫内底。对，无法度进伫内底，这一定是安尼啦，无法度进伫内底啊，所以就看袂久对无？对啊，安尼讲，我真正就爱听恁讲话。虽然我写批的时阵无法度用台语写，可能是想要讲的伤济啊，头壳动伤紧，一个优势腔就走出来啊。嘿，啊，毋过我愈来愈接讲台语，嘛愈来愈定定用台语咧思考。真正足多谢恁的拍拼。我要哭啊！主管啊，你有听到无？这就是阮想要爱效果啦。真的多谢红的哦。对啊，就是用即寡做生活的物件，伫遐甲恁开讲，向有一间你会感觉讲，奇怪，恁拢会晓啊。哇，对。过来讲到这吼，有一届出去外口，无想甲伊登录起来，结果无通听。我就甲自动台调的功能关起来啊。订阅频道了，频道是啥？订阅频道了后 ，Podcast 会自动登录新的节目，而且系统的设定听过就会台调。毋过我后来想到 ，Podcast 比的敢若是登录的数字。我登录一届，一直听，佫落届无啥物路用。嘿啦，对啦，我头前是咧讲这啦，红诶，你一直听共一就是无效诶，你来抬调，佫你啊，抬调，佫你啊，抬调，佫你啊，安尼对啦，无法度用客观的记录表达我对恁我对恁的爱，是你的爱有问题啊，是伊的爱有问题，你笑好呢？无说字甲爱用恁的，是恁的爱。红诶，你有听到伊想要用恁的？所以我最近佫甲自动台调听过登录的功能拍开啊，
互系统甲听过杀掉，我要听的时阵佫download，安尼我就会当听几届download几届落。你这是咧搬喙金呀？简单讲，就是听过佫甲杀掉，佫甲download一届。对啦，听众朋友啊，其实就是你若是 Apple Podcast 就有即个功能，就是你点过迄个频道，还是讲无论你点过啥个频道，你听过了，伊会甲你就是拄无听过迄个所在杀掉。啊，你若是要佫听，伊就佫掠一届。啊，你若是甲迄个自动杀掉的功能关掉，你就是重复一直听共款的物件。啊，阮的迄放送的迄数量就袂增加啦，对啦。是啦，人个你足巧的呢，真正是阮的真爱。VIP， 伊遐改名也叫红真爱。真谁知我听到红真，红真吗？红的无互你选，看你要叫红真还是红真爱。有没有笑起？对，安尼讲，我感觉我一定佫会当生出啥物物件来讲。啊，毋过佫讲落去，可能连我家己都毋知影咧家己咧讲啥，无爱佫增加咱两个工作量啊。哦，而且红的写到遮的时阵哦，伊佫毋知影讲，就是伊的批会去互阮一张一张甲伊念出来。伊尾来听到咱迄集了，伊就向写讲，其实我无想着讲我写的批，伊去用一篇一篇揪出来念，真正是有够歹势啦。因为伊感觉讲黑白边平常时无咧念批，伊想讲可能毋是全部物件拢会念出来，所以伊就想要安怎写就安怎写，安尼无要紧，想袂到。红的，你毋是拢甲阮的内容听完了吗？对，听完了。你拄仔是毋是讲妈？我听着，这是来扒落啊！是的，我甲你扒哦。是的。伊讲是毋是逐个拢做认真的，一定爱用台文还是台语写，所以困难度伤悬，无法度就是自由自在写批。啊无伊讲，我若是规定家己干那会当用台文写吼，可能迄字数干那剩1/1000啦。安尼敢袂伤少？啊，伊想着安尼会规想讲啊，要放互烂啦。啊，毋过但是伊即马吼，伊就是安尼自由自在写华语来互阮念吼，真正会当学着台语哦。伊讲伊听咱咧讲这个爱叫即件代志，虽然无印象讲厝里的人有讲着即个事，啊，毋过伊听咱咧使用的情景。大概啊会当晓着讲即个意思哦，啊，即个听你念阮的批就知影，会当放炮庆祝啊。是啦，听众朋友啊，阮真正一直宣传即件代志，伫遮搁再一遍严肃的宣导，吼，严肃哦，爱记是严肃哦。无论你是用啥物语言写，华语、拼音，啊，你若是要用英语还是日语写，阮就是叫 Google 甲阮倒翻一下，再去甲你念做台语安尼啦。对啦，用啥物语言拢无要紧啊，主要就是讲你会当甲阮分享你的物件。小编听你讲即个单元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因为有太侪网友就是安尼留一句两句，有的物件要甲阮分享几啊句尔，啊因就想讲歹势写批来啊，所以咱才会开出即个单元。对，另外今日就是用这红的这袂输，毋是袂输哦，这已经是比批搁较长的内容。咱来甲伊倒做一个小编听你讲，甲大家讲，就是有话就爱讲出来。啊，你若是有一寡事毋知影，你会当用语音，知无？知用语音念出来互阮听。啊，我若听有，阮就是会当甲你回。对，啊，若听无，听无就是我才去问顾问。啊，无咧，无要安怎？好，过来上尾，这袂使规集拢是红的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别人对啦，有一个别人。奇怪呢，最近咱这 Apple Podcast 的留话真正是足少的呢。嘿啊，咱的死网友咧，死网友有啦，死网友是回别种主题啦。啊，死网友讲你哈，死网友你这 VVIP 的部分，你看连这其他网友你讲话拢有讲到你呢。来，死网友你认真听者哦。这个是 T 网友伊讲吼，顶礼拜吼听到某一个心理专家的 Podcast， 迄集啊伊甲来宾全部拢爱讲台语，但是听起来真正是感觉安尼哩哩啦啦。就感觉讲即摆人台语哪会安尼，所以嘛想要甲家己的台语捡倒来，就开始敲找即个全台语的 podcast， 想袂到找着阮啊！啊，有眼光。你莫来讲啊，其实咧拍台语，咱真正是 Apple Podcast 内底是排主要翘起来啊，排伫不离啊头前哦吼。主管你有听到无？伫 Apple Podcast 面顶拍台语，阮伫真头前哦吼。啊，伊要讲伊毋是 Apple 的啦，嘿啦，好啦，无要紧啦。伊讲黑白边真正是太趣味了，死网友互伊笑到要死去。听话了就规个调咧，佮听到黑边一直讲爱写批来，就变做伊第一届听这 podcast 来留话。即摆逐工塞车拢伫听，嘛互囡仔伫咧车顶听。哎呀，够囡仔伫听，囡仔过来啊！对，希望会当互我佮囡仔拢甲这母语捡倒来。啊，伊讲吼，因为伊要写批，所以伊真正有去查这教育部的书典。希望讲会当较接听咧，以后就会当愈接查。哦，搁要考啊！提网友，你这袂歹啦，我咧讲啊，阮除了这，就是教育部的书典以外，阮阁有一个新书的书库。对，你若是有一寡，就是有听过的新名词，有想要建议的，嘛会当伫咧面顶写批来甲阮讲。是写华语就会使啦，阮会去查啦。都是毋知台语要安怎讲就写华语啊！哦，真正是足感动的。念的才发现讲，其实咱有真正有足侪网友
伫爱咱。我本来是咧讲，真正是收到真侪网友的爱，互咱鼓励。嘿啊，对啊，咱当初是咧做这个 podcast 的时阵，敢有想讲会做遮久？无呢，而且完全无。阮就是想讲啊，说去也无人听准拄数，无要安怎？对啊，传承台语也是讲啥物，做一寡较趣味的物件啦。嘿啊，阮家己听会落去。对对对，而且就是安那，而且就是湖边有一个病，湖边有，你想湖边有病，湖边无法度听迄伤捌的物件。像我即看电视，通常我拢切迄2倍速。我嘛是呢。对啊，2倍还是1倍还是创啥？但是我差不多1.25。哦，但是我也是希望讲，我会当就是放这元素，会当家己的物件听了。阿德，你放心嘛，你的物件伤紧啊，我无法度。阿德啊，无法度加速。对啦，你的我无法度加遐紧啊吼，我差不多元素伫听，但是因为你的伤长啊，我爱分出一个概念。但我没有你的 Apple Podcast 啊，若是甲阮留话，还是讲伫咧 First Story 甲阮留话，对阮来讲，拢真正是一个鼓励。对，最近我有甲 Podcast 放去咧迄 YouTube 顶悬，嘛有是一寡就是无共款的网友会写批来，阮真正是感觉因伫咧面顶留话是通常拢感觉足感动的。对啊，无论互动，对，无论你是一字一句，好听趣味，还是讲甲我骂，阮拢足欢喜的。有人骂。就表示阮有人听啦，对啊，有人听，毋才会有人骂。虽然讲是莫一直甲阮骂啦，阮嘛是足感慨的呢。阮的心是玻璃做的呢。阮会反省啦，反省。对对对，啊，阮一工甲拢咧回息的啦。啊嘛是希望讲大家就是像翁诶讲的安尼啊，就是伫咧听阮开讲了后，啊雄雄知影讲，一寡语词要用伫什物款的语境，还是讲一寡听过的词袂记哩，啊雄雄有一工安尼叮。啊，就通啊呢，想起来啊！对，真正是感动啊！要哭啊哟！哭过啊，拄则哭过啊。好，过来就是工商服务时间。啥物奈安尼？咱毋是做感动的，就是已经要收尾啊。毋是啊，主管有交代啊。有个主管商嘛是爱工商。主管啊，好，来你，互你工商，互你工商。传承台语嘛是，对，嘛是无爱支持啊，对无？好，你讲。来工商即个看顾的系列，对，我甲你讲5分钟尔，5分钟嘿，对，咱台语台 YouTube 拢有传起哩，对，看顾就是用5分钟的时间来介绍生活中一寡你无想过的职业，若是无因伫背后安尼点点付出，你我的生活绝对会受到影响。对，而且即寡职业可能就是大家拢较青分啊，用5分钟的时间袂用偌久啊，你咧便所的时阵有无？啊，甲切落。而且咱有台文的字母，阁有罗马字拼音，安尼可会使学拼音哦。对，我讲我啦，安尼袂歹呢，安尼我会使学习无？对，你来看较熟咧吼。哦，多谢你哦。后回网友写的老话你就看有啊。对啊，你咧写拼音来，我会拍拼啦吼。好，过来一个要介绍的节目，甲咱即个月主题有关系。那要坐火车来去游澳洲啦！游澳洲呢？对，5月23开始，拜四下10点，咱要来去坐火车游澳洲。这每一集的节目内底，拢会介绍澳洲一条特别的火车路线，而且即个火车的路线包括这意大利的世界文化遗产啊，兼国家公园即个五渔川海岸，啊，阁有葡萄牙结酒的所在，而且阁有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区，啊，阁有法国的科西嘉岛。我嘛毋知我好念对，咱到时看节目就知影。对啦，看正片啦。对，但是伊这较无彩的所在就是安怎，你知无？伊这坐火车是主持人啊，伊边仔就无迄种，就是一寡无会互气死的迄种女伴啦。然后朋友，你若是想要写这甲旅游有关系，还是讲就是甲阮这主题互气死的这女伴，拢会当写来。对，后边直接要甲大家就是写一个。到时阵我会甲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甲伊出国了，佮甲伊长交3冬的朋友。去一个呢，我感觉我会当写一张批呢，小长的，要甲大家分享讲这够咸的，咸呱呱啦，咸呱呱啦，伊台后边的分享。好啦，安尼嘛差不多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今日收尾啊。好，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，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